神自己一個嘅將來要嚟到嘅呢個基督咧，一個嘅稱號咧就係我的僕人啊。42章1節，看下我的僕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揀選、心裏所喜悅嘅，我將我嘅靈咧賜俾佢，佢必將公理咧傳給外邦，並且佢唔喧嚷唔揚聲，唔喺街市街上咧聽見他嘅聲音，壓傷嘅蘆葦他不折斷，將殘嘅燈火他不吹滅，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，他不灰心也不喪膽，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。第6節，耶和華憑公義召你，必攙扶你嘅手，保守你，使你作眾民嘅中保。原文亦都係作為約，即係耶穌基督就係作為眾民嘅約，就係呢個新約。所以喺當中作外邦人嘅光，開瞎子嘅眼，領被囚嘅出呢個嘅牢獄。睇到49章，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。現在他說：你作我的僕人，使雅各眾支派復興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歸回，尚為小事。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嘅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極。到第8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在悅納嘅時候，我應允咗你，我要保護你，使你作眾民的中保。原文呢作約，復興遍地，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。跟住呢49章去到52章嗰度呢，第7節嗰度咁講：那報佳音傳平安，報好信傳救恩的，對錫安說：你的神作王了。這人的腳登山何等嘅佳美。咁係咧，跟住見到咧第10節嗰度咧，更加形容到咧神呢個特別嘅僕人咧，有另一個稱號叫做咧耶和華嘅聖臂。第10節，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，地極的人咧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。所有喺當時耶穌在世，外邦人、其他萬國嘅人咧都見過佢，都見到咧神嘅救恩。我哋見得到咧喺呢度，亦都第13節，佢話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舉上升，且升為至高。許多人因他驚奇，他的面容咧比別人憔悴，佢嘅形容咧比世人咧枯槁。這樣他必洗淨許多嘅國民，君王要向他閉口，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，他們必看見。咁亦都講到咧耶和華嘅膀臂，向我們所傳嘅有誰信呢？耶和華嘅膀臂向誰顯露呢？佢係為我哋嘅過犯受害，為我哋嘅罪孽壓傷。因佢受嘅刑罰，我哋得到平安。呢個咧好出名啦一段。因佢受嘅鞭傷，我哋得醫治。所以咧，我哋都如羊咧走迷，個人偏行己路。耶和華卻使我哋眾人嘅罪孽咧歸喺佢嘅身上。佢被欺壓，在受苦嘅時候，卻不開口，並且佢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咧，嗰度咧佢將要為我哋而被殺，待死嘅時候，又像羊喺剪毛嘅人手下無聲，佢都咁樣不開口。誰想到咧，佢受鞭打，從活人之地被剪除，係因我百姓嘅罪過呢？佢雖然未行強暴，口中沒有詭詐，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，誰知死嘅時候與財主同葬。我哋知道耶穌基督都係葬喺一個咧嘅財主未用過嘅一個洞穴裏邊，並且佢之後咧死裏復活啊。第10節，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，使佢受痛苦。耶和華咧以佢為贖罪祭。所以我哋見到咧，耶和華點樣以佢咧為呢個嘅人類嘅贖罪祭。第11節，他必看見自己勞苦嘅功效，便心滿意足。有許多人咧因認識我嘅義僕得稱為義，並且他要擔當他們嘅罪孽。所以耶穌基督咧擔當我哋咧，凡係接受佢嘅，願意咧離開罪惡，歸向神咧嘅兒女咧，佢哋嘅罪。所以第55章嗰度咧，第4節，我要立他作萬民嘅見證，為萬民嘅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認識嘅國民，你也必召來；素不認識你嘅國民，也必向你奔跑。都因耶和華你的神以色列聖者，因為他已經榮耀你。記得咧，耶穌喺約翰福音都提過佢話，願父神咧榮耀佢，因為咧父神咧點樣喺十字架上邊咧榮耀佢嘅時候咧，使到萬民咧都歸向基督，亦都讓佢亦都榮耀父神。